外界有咧关心讲，这扣碳费的碳定价要安怎来算？环境部长徐步生就表示，明仔会来开第一届的碳费费率审议委员会，环境部无任何立场，这定价卖交予委员会来决定。 环境部明年要开始扣碳钱，国内550间碳排放较侪业者拢是头一批名单。不过要落偌侪钱咧？环境部表示，已经公布碳钱费率的审议委员会名单，拜五下晡头一届开会，会交予委员会来决定费率。若4月电火钱可能要起价，决定碳钱费率的时，敢会做伙考虑咧？部长徐步生表示，拢会列入讨论。环境部不能只站在环境推动的考量，我们会衡量整个台湾以及跟国际接轨的情况。环境部估算，若准碳钱达动是收300块，这温室气体管理基金的规模就会达到400亿左右。部长徐步生嘛强调讲，新的政策推动需要时间来推展。嘛有听讲业界对扣碳钱有疑虑，所以碳钱的定价会考虑业者的竞争力。所有人都很关心，它影响我们物价指数。这一点我们会纳进去考量啦，让厂商也有竞争力。 针对后边2026年要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， 要出口去欧洲的商品，拢要申报碳排放量未证明的物件。若这费用，敢会使起来拄国内碳钱？根据它西本的法条里面，只要你在你的国家有官方的凭证，你缴了碳费，他们就承认。 针对推动固体再生燃料 SRF 代替烧土炭来减少碳排放，经济部过去捌讲 SRF 是绿能，不过徐步生即马表示讲 SRF 不是绿能，已经开始修法啦。要甲产品分类，无适合材料拢会汰掉，为源头来管制。另外，卖塑案排放的标准，申请案会阁增加2个关卡。除了书面的审查，嘛要实际去现场勘查检视汽车的状况。记者林静梅、夏基文台北报道。